大家有冇試過內耗呢？內耗可以話係現今世代大家每個人都有嘅習慣，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我哋會內耗呢？大家好，我係阿科，歡迎翻到嚟每日一科。我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都會拍條影片去講下唔同話題，講下我嘅所見所聞，用粗口杯麵嘅時間同大家一齊 brainstorm thinking。而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就係講內耗。今日嘅影片咧，我哋主要會 focus 喺兩個問題：第一，究竟內耗係咩嚟嘅呢？第二，解決內耗嘅3個方法。而今日我哋將會用阿德勒心理學嘅方向去分析咩叫內耗。如果用阿德勒心理學嘅邏輯去睇內耗呢樣嘢呢，內耗嘅成因呢，往往都係同人際關係係息息相關嘅。當有人際關係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同人比較啦，而比較嘅時候我哋就會感到焦慮同埋自卑啦。而點解我哋會自卑呢？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見到人哋好，而見到自己唔夠好。我哋每個人內心裏邊咧都有一個理想嘅自己嘅，我哋永遠都希望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噶。而我哋現實中嘅自己呢，其實呢，往往都係同理想中嘅自己呢係有點差距嘅。如果呢個差距越嚟越大嘅時候呢，好容易就會產生自卑啦，因為我哋理想中嘅自己有啲嘢係現實中嘅自己做唔到嘅。自卑運用得好呢，就可以成為我哋成長、推動我哋進步嘅一個動力。相反，如果我哋沉迷自卑呢，好容易就會成為咗自卑情意結啦。而喺自卑情意結嘅過程裏邊呢，我哋最常出現嘅就係內耗啦。我哋會不斷對於過去感到好後悔，對於現在又感到好不滿，而對未來就會出現大量嘅自我否定同埋覺得絕望。除咗人際關係同埋自卑情意結會令我哋好容易內耗之外呢，其實認知錯誤都係一個令我哋內耗嘅成因之一。我哋有好多嘅思維陷阱會令到我哋出現咗認知錯誤。而關於思維陷阱大家可以睇翻之前我拍過關於孤獨嘅影片啦。當中就有個例子啊，就係當成班 friend 一齊出去玩，但係冇約到你嘅時候呢，你就可能會覺得佢哋係唔中意你，可能佢哋係特登想杯葛你。但呢樣嘢係咪事實呢？抑還是呢個只不過係單一事件呢？我哋腦海裏邊一見到一樣我哋唔中意嘅嘢發生呢，其實就好容易會有好多嘅思維陷阱。譬如我哋有講過嘅 labeling 標籤化。而喺行為認知治療當中呢，其實由美國臨床心理學家 Albert Ellis喺1955年就創立咗一種治療方法，就叫做理性情緒治療 （Rational Emotion Therapy）， 亦都俾人簡稱叫做 ABC 理論。其實從 ABC 理論當中我哋係可以解釋到點解一個人會內耗㗎。ABC 裏邊嘅 A 就係代表住 activating event， 代表住發生緊嘅事件啦，而 B 就係講緊你嘅個人理念 belief，C 就係代表一個後果或者結果 consequences。咁 Albert Ellis 就認為一件事件發生其實佢係一個客觀嘅事件啦，其實佢係冇任何定義㗎。咁但係每個人嘅唔同嘅信仰嘅意念同埋佢哋嘅理解就會為呢件事付出咗唔同嘅解釋，而呢啲解釋往往都係會造成唔同嘅後果㗎。如果一個人佢哋嘅信念或者佢哋自己解釋嘅方法係合理咁當然個結果就會非常之合理啦。相反，如果佢哋嘅信念系統出現咗一啲唔合理或者不切實際嘅諗法就會產生咗一種唔合理嘅結果啦。用翻我啱啱孤獨嘅例子就係如果一班朋友約咗出去玩但係冇約你嘅話你可能會感到好孤獨啦，而你就會覺得因為朋友唔約你出去玩，所以你感到好孤獨。但其實呢個信念系統存在住一個唔合理嘅地方，就係你選擇咗外部歸因啦。當一件事發生咗嘅時候大部分時間人類都係會將所有嘅成因係歸咎於外界，但係唔會諗係自己造成嘅。但其實孤獨呢樣嘢係你自己造成嘅。點解呢？因為真正令到你感到孤獨嘅唔係朋友嘅行為，而係你認為啲朋友唔約你出去玩係想杯葛你，係唔想與你，令到你感到好孤獨呢一個思想諗法。但如果你改變咗自己嘅思考模式嘅話，你認為朋友唔約你出去，可能係因為佢唔知你得唔得閒，所以就冇遇到你啦。咁樣嘅話，你未必會咁孤獨嘅，甚至你可能會覺得朋友係為你着想嘅。所以由此可見一個人對於一件事嘅主觀睇法，其實先係導致到我哋會產生情緒同埋內耗嘅原因咯。咁究竟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克制內耗、戰勝自卑感呢？我呢度會提出3個方法幫助我哋克制內耗、面對自己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利用正向心理學嘅課題分離理論啦。我哋要分開人哋嘅課題同埋自己嘅課題，唔好將人哋嘅責任拉落自己身上邊，學識得點樣客觀了解呢件事嘅發生，學習如何接受一件事件。人往往好多時候內耗都係因為出現咗比較心先會內耗噶。你見到人哋靚仔過你，所以你覺得自卑；你見到人哋高過你，又好驚俾人哋覺得你175唔夠高，人哋話你矮撚。認為自己唔夠完美，往往都係令到自己內耗嘅原因。但係你要學識課題分離，知道
人哋接唔接受你係人哋嘅課題，而你可以做嘅就只可以改變自己嘅行為同埋態度，幫助自己成長，呢個先係你唯一可以做到嘅嘢。當你明白到內耗係唔會幫你有任何嘅結果，只有行動先可以改變一切，咁你點解仲要內耗呢？透過認知到自己嘅課題應該要做啲乜嘢，同埋可以做啲乜嘢，係有效可以幫你減少內耗次數嘅。而當我哋去課題分離完咗之後咧，就去第二個方法，就係點樣去做好自己嘅責任啦。我哋需要理解到呢個世界上所有嘢我哋都冇辦法改變，除咗自己嘅行為同埋態度。我哋啱啱都講過啦，內耗係因為理想中嘅自己同現實嘅自己相距太遠，所以你先會覺得做唔好自己，然後感到內耗。但係你有冇問過點解理想中嘅自己同現實中嘅自己相距會咁遠啦？往往都係因為你諗得太多，但係做得太少。但係點解我哋又會想太多做太少呢？就係因為我哋懼怕失敗，我哋驚自己做完之後，但係都係得個吉，冇乜好結果。但係你要理解一樣嘢，當你淨係識得諗，但係又唔願意作出行動改變嘅時候，你覺得結果會改變咩？如果你好想有一個好好嘅伴侶，但係你又唔去嘗試去追求他人，又唔嘗試去表白嘅話，唔通你真係跪喺度求上帝派一個精壯嘅男人俾你啊？真係好粗壯，仲摸埋衫添。多謝上帝，多謝上帝，我嚟啦！只有透過主動嘅行動，你先可以打破困局，而透過行動亦都冇時間去再內耗，咁樣先係有效可以幫你減少內耗嘅方法。而啱啱講到要做好自己，改變自己行為，可能大家都一頭霧水，無從入手。而第三種方法，正正就係幫大家解決呢個問題。呢個方法叫做二進制思維模式。二進制思維模式嘅概念咧，簡單咁講就係將你人生中所有問題咧都變成 yes 同埋 no， 成功同埋失敗。你肯去做嘅就當自己成功咗，你唔肯去做嘅就當係失敗。用一個例子就係當你好中意一個人，但係你唔敢表白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直接用二進制思維模式咧去改變自己啦。嗱，你可能咧會諗表白之後未必會成功，或者可能佢又會 friendzone你，有好多無限嘅結果。但你只需要知道，你嘅責任就係將你嘅感受講出嚟，而對方接唔接受係佢嘅課題，唔係你嘅課題。只要成功開口表白，你就已經成功咗做好自己嘅部分。二進制思維模式就係想將我哋所有嘅目標變得簡單化，成功變得具象化，省卻咗好多模糊、未知同埋冇用嘅可能性。二進制思維模式咧，其實可以喺各種嘅內耗層面咧都用到噶。譬如你覺得自己肥，想減肥，但係又唔知成唔成功，唔使諗咁多，你只需要決定今日做唔做運動。想培養睇書嘅習慣，但係又無從入手，唔知揀咩書好，唔需要諗咁多，你只需要決定今日睇唔睇到一頁書。透過二進制思維模式咧，其實就可以幫我哋將一件事情嘅成功具象化，增加到我哋做事成功嘅機會率，增加到我哋成功嘅次數。其實咁樣就已經好好啦。呢一個方法嘅好處，正正就係幫助我哋遠離借口，冇咗逃避嘅機會率，亦都可以減少延遲行為，令到我哋明白到做到一個行為就叫做成功，從而為我哋提供翻鼓舞自己嘅勇氣，令我哋都知道自己唔係一事無成，我哋都可以係做一個成功嘅人。今日嘅影片就差唔多啦，唔知大家對於內耗呢個話題有啲咩諗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講低你嘅諗法。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話，歡迎大家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如果大家覺得內耗真係好煩，而呢啲解決內耗方法亦適合你用嘅話，都歡迎大家喺留言講低你哋自己親身經歷。我係阿科，我哋下次再見啦。I'm a good person.